好，来继续来看云林斗六一间食品厂发生着重大的公安事故。一对来自屏东姓黄的兄弟啊，44岁甲40岁，到食品厂检修着雨水回收池的排水系统。这个小弟咧抽水的时阵，可能是去试着沼气、怎分气。 跋落回收池，声哥看到拼落要救小弟，结果同款嘛是试着沼气来分娩。两兄弟啊，互紧急送病院抢救，真遗憾，拢救无倒来。两兄弟啊，拢亡生了。 几个消防人员去伫咧下前线的所在，其中一个人伫河头过旁边搭，飞去到下底去救人。的话，就你在下面。云林斗六一间食品工厂，昨下晡3点外发生公安意外。当时两岁姓黄的工人，因是一对兄弟仔，阿兄44岁，小弟40岁。工厂雨水池因为连续落雨，总塌起来。阿兄和小弟伫咧水槽挂顶面用钢线抽水，不过小弟敢若去试着加速器。 从摔落水槽内底，阿兄快着要落去救小弟，赶快试着加速器总分气。消防人员将两人救起来了后，都已经无气，送到病院，嘛是救不破。他来处理这个修缮的时候，就找他弟弟，他弟弟是以厂商的身份来跟我们一起作业。阿兄伫咧面册看和太太结婚相片，只是食品工厂的外包商，负责这边的工厂。看来这个小弟平常时啊伫咧做水电，因同齐去到食品工厂要甲阿兄斗抽水。兄弟两人拢来自屏东，即按数调查这项工厂，除了无生产危害物质，嘛无设通风设备。工人伫咧人工桥边仔的水槽作业，现场嘛拢无设护栏，或者是安全带，所以会对外包厂商罚30万。不止罚钱哦，还有现场要停工啊，停工之后他还要改善完成，经过我们检查通过才可以复工。 除了对外包商开发，即按数讲食品工厂无做好承揽的管理责任，同款卖开发30万。可能唔甘的是小弟因为有水电的功夫，协助阿兄斗做事，阿兄因为看到小弟去试着加速器总载落水内底，嘛赶要落去水槽救小弟，兄弟也情深缘浅，两人拢不幸过身，互家属悲痛万分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